今仔日嘛是台积电的运动会，董事长魏德嘉当场宣布要分2万块的奖金给每一个员工。台积电的创办人93岁张忠谋嘛来参加运动会，伊坚持行专程，用25分钟射400公尺，员工是拢大声拍破啊！高龄93岁的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真有精神，牵夫人张淑芬的手，做伙参加台积电的运动会。伫人阵内底，张忠谋坚持家己行完400公尺赛场，全场欢呼声不断。不过话阁讲到转来，张忠谋也讲，台积电上界严厉挑战就伫眼前。最严峻的挑战就在眼前。5年以前，我就在这个运动会说，因为台积电的成功，我们已经成为地缘政治策略家的军家必争之地。台积电一年一届盛会闹热滚滚，除了有真侪台积电已经退休的高层元老加重量级的人士，台积电今年伫海外布局，包括美国、日本厂，原来有员工代表来参加。这也是新任董事长加总裁魏德嘉头一届主持运动会，也对公司内部3大类的职等差不多6万人发大红包。台积公司已经走过37个年头，我自己等了26年才能够站在这里。我们将发放每个人特别奖金新台币2万元。今年会发超过10亿的总奖金，让员工气氛真欢喜。魏德嘉表示，今年台积电达到一寡重要的里程，对台积电伫全球半导体产业的角色更较关键，责任嘛更较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